澳門屋企浴室細，想裝浴屏又驚逼到轉身都難。天利浴屏專為澳門細單位量身設計，3招幫你揀啱浴屏，即刻擴大浴室空間感。第一招揀開啟方式，狹長型浴室千祈唔好揀外開門。天利內推摺疊款浴屏，開門唔佔外部空間，淋浴區再細都能輕鬆出入。方形浴室推薦單向平移款，滑動順暢唔卡頓，日常用起上嚟更省心。第二招睇玻璃與框體，天利採用8毫米強化防爆玻璃，透光性夠強，令細浴室更顯光亮。極窄鋁合金框體淨係3厘米闊，比傳統浴屏節省40%視覺空間，視線冇阻礙，浴室瞬間睇落大咗唔少。第三招要貼合澳門屋況，澳門老樓浴室好多時有不規則角落，天利提供定制服務，無論係斜角、柱位定係非標準尺寸，都可以精準測量製作，完美貼合牆面，唔留衛生死角，唔使再擔心細浴室裝浴屏會更細更暗。天利浴屏從開啟方式到尺寸定制，全程配合澳門居住需求，用細節幫你釋放浴室空間。而家預約，免費上門測量，仲提供免費送貨同配件保養服務，等你用得安心又放心。